中华传统彩绘艺术陈敦仁，伊的爸爸就是中华县传统建筑彩绘保存者陈永派。陈敦仁对国中毕业了后，就开始做传统彩绘，鹿港天后宫、中华孔庙关清馆等等，拢会当看到陈敦仁的作品。即马陈敦仁也有开课传功夫，互学员学习到基础的彩绘工法，了解传统彩绘的眉角角。陈敦仁艺术是还传统彩绘大批的画法。你这个头无要紧，可以用较重的，拢是爱这个色，吼。我呢是咪足想咧批物件。出世伫传统彩绘世界的陈敦仁艺术，高中毕业就投入传统彩绘这道功夫吧，也来开演习班，教人传统彩绘，成不少人报名参加。小时候都是在城隍庙外面，就是里面这边玩耍这样子，所以对于那种传统的迄个艺术吼，干妈讲就是那种小时候的印象，然后就是很喜欢那个很丰富的色彩嘿。因为较早拢袂注意到这款物件，知影了后就是讲，拢会去注意，去庙林内底就去看这个物件，就会知影讲，伊的困难伫倒位，伊的水伫倒位安尼啊。这边的课程为补图开始学，然后上漆、画倒头的图稿，再个转移去房仔顶画乌白、上彩，一步一步带学员熟悉传统彩绘的工法，完成倒头的设计彩绘。也会知你这画了会水啊，有的是头一摆接触的嘛，所以讲伊袂知无要紧，咱嘛是要鼓励大家用，尽量对简单的落画甲你甲会晓，才来画复杂的。即阵因为现代建筑工法的改变，传统彩绘也面对着转型、失传的危机。当然，当有交失分的传统工法，全台湾嘛剩无几个人来使用。陈敦仁表示，透过研习课程，互有兴趣的人来学传统彩绘，加一个人脉，对传统工艺保存就加一份帮衬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